平日經常講嘅抌印、抌章、抌心口、抌佢一拳，呢個抌字究竟係民間口頭俗語，還係真係有呢個漢字呢？其實喺2000幾年前嘅《說文解字》咧就有收錄呢一個抌字，《說文解釋》為心擊也，集韻注音為刀錦切音抌。莊子外物裏頭就有一句隨藹抌擊，呢度嘅抌字啊就係擊打嘅意思。抌字喺現代漢語就幾乎消失，所以好多人都以為佢係民間嘅口頭俗語。粵語抌一拳就係打一拳嘅意思。由於抌章呢個動作就好似一拳抌落去，所以咧蓋章粵語就叫做抌章或者係抌印。粵語講嘅抌心口係捶打胸部，表示因為錯過咗好嘅機會或者係好嘅事情而感到懊喪同埋後悔。抌字仲有拋同掉嘅意思，比如抌垃圾、抌石仔等等。